关门哦，干爱好福气哦，还爱幸福哦。你讲关门，出行这个名都记，甲同好啊。抛弃你的名字吧，只要你的名字是我的仇敌。再来，帮我打卡。我又不是他。你知道大家工作1年多，为什么就觉得很像陌生人？因为你都不知道怎么笑。你是 gay 吗？这就是报纸。身体迄骗唔到面的哦。我要看。给我 fight 了。等一下会死啊！ 你怕怕死不？你怕死？你是什么呀？你唔一定行啦，第二行的很硬啦，很硬。你的秘密是不是担心有人死掉了？我不确定，对不对？你唔会反应嘛？不知道你是喜欢你，还是你无理解别人？大家加油！